各位歡迎收睇夜間新聞，我係陳婉容。先睇今晚嘅新聞重點。終審法院裁定華懋各位，終審法院駁回華懋慈善基金嘅上訴，5個法官一致裁定基金係龔如心遺產信託人，而唔係受益人。終審法院又指示要成立一個監管機構監察遺產運用。律政司同華懋慈善基金必須要研究出嘅方案，俾高等法院呈交同審批。林永文報道。華懋慈善基發展局同房協將會研究推出重建公務員合作社樓宇先導計劃，喺唔虧損嘅原則之下，重建為資助房屋出售，但就需要得到所有業主同意先可以啟動。黃迪偉報導。全港有178。黃迪偉報導。醫管局主席梁智仁同行政總裁梁柏賢都話，醫管局6月之後仲未得到立法會撥款，會影響公立醫院營運，期望立法會議員停止拉布。我哋今年嘅財美軍一架魚鷹運輸機喺夏威夷降落嗰陣失事，機上海軍陸戰隊員1死21傷。日本沖繩已經要求美軍即時停止同款運輸機喺當地飛行。出事嘅魚鷹運輸機着火焚燒，冒出大量濃。繼續新聞時間，律師會會長洪運信話：律師會一向政治中立，唔會就政改發表意見，但就會鼓勵會員自行組織團體就政改發聲。梁素婷報導。律師會喺過去1年報導，保普選反暴力大聯盟發起嘅支持政改簽名活動，尋日結束。聯盟話扣除4000個作廢嘅簽名，總共收集到超過121萬個簽名，呼籲泛民立法會議員順應民意。大部分選管會正就年底區議會選舉查核選民資料，有議員話政府所用嘅核對方法複雜，或者會令到市民失去選民資格。針對上到訪南韓嘅美國國務卿克里話，美國將會同中國商議加強對北韓制裁。林永雄報導。記者林永雄報導。喺美國德州，唔同派系電單車黨成員爆發槍戰，引致9死18個人受傷。打鬥事件喺德州中部韋科市發生。喺娛樂明美股變點啊？美股早段好淡增持嘅。美國最新嘅房屋數據差過市場預期，導致早段係窄幅上落。陳宇龍天氣點啊？聽朝天氣都幾唔穩定啊！天文台就預測聽日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朝早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溫介乎26至30度。而家氣溫29度，相對濕度81%。各位新聞報道完，晚安。多謝觀眾。